台中市这个月28要伫咧市区的市政路、丰路来举办 F1 赛车的展演活动。为着安全，即马市府嘛伫咧加强稽查周边的建筑工地，清掉53块篷布甲广告扛棒。不过，就有民众发现到最近这工地外壁刷颠倒换做咧挂赛车展演的广告。 来到台中市区的市政路，原本挂伫咧工地外口的广告，有一半以上拢已经拆掉啊。不过，算话就是市府主办的 F1 赛车风格展演的扛棒，民众质疑市府安尼是甲别人的广告拆掉，换做家己的。因为外在的因素影响到路人或行车的安全，你就是要去修正这个法规，而不是你说我现在有别的理由可以做这件事情。对啊，那不然我们也可以啊，我们就是做我们自己喜欢的事就好啦。 这个月28，阿周为一场国际风格赛车展演，要伫台中7期市政路内展开。市府是全力做准备，毋但出动高科技巡检车，要检测比赛场地。10月开始，也针对附近13搭建筑工地进行专案联合稽查，计共拆掉53块广告扛棒，理由是为着要维护安全甲市容。不过最近却予人发现挂 F1 赛车展演的广告，受批评有2种标准。 只允许自己办赛车活动，不允许这个店家做广告。你假借所谓的工地安全这个理由，不准悬挂商业广告，却可以悬挂公益广告，本身都是一个双标。台中市都发局强调，这场展演有符合公益性活动的规定，所以请工地配合宣传，嘛符合台中市建筑物施工管制办法规定。不过无事先沟通，也是引起争议。记者台中报道。